伫咧秘鲁东南部亚马逊雨林有一个原始的族群，因本地和外口的世界完全无接触，保留家己的文化。不过，国际生存者组织公布影片，发现这个部落最近是定定离开雨林出来找食。学者认为，可能是当地插树的工人挖因的部落伤近，因为着要走险，高不自强，才会行出雨林。超过50位原始装扮的原住民，有人徛伫咧水内边，有人徛伫咧岸边。附近也有一寡富人甲儿童，因敢若是伫咧找大香蕉甲树枝等食物。这是国际生存者组织伫咧6月26甲27所公布影片。伫咧秘鲁东南部的亚马逊雨林的深处，带着一群几多年来甲外界隔离、真少甲外界或者是其他部落交流的原始族群马术科皮洛。因最近常常出现伫咧河边，这种正罕见的情形也引起大家的注意。根据国际生存组织的估计，马术科皮洛族人口差不多750人，因的生活范围内边有几多间有错杀许可证的公司长期伫咧遐工作，所以国际生存组织正担心。马术科比洛部落的反常行为，可能是为了要闪避一寡愈来愈多错杀工人，才行出雨林找食物。原来这么多外地来的工人，也可能为因带来传染疾病。De alguna manera, esto nos muestra que estos pueblos existen y que necesitamos garantizar su derecho a vivir en las condiciones que ellos han decidido, ¿no? Y, por ejemplo, políticas que vienen desde el Congreso de flexibilizar el marco jurídico, pretendiendo desconocer su existencia, esto tumba cualquier argumento de cualquier congresista que pretende limitar la creación de reservas para indígenas en situación de aislamiento. Y creo que estos grupos representan los orígenes de nuestra humanidad y tienen un derecho fundamental a vivir en el aislamiento como así lo han decidido. 国际生存组织讲，因发现有一寡错杀公司为了要方便互卡车出入。伫马术科比洛部落的生存圈内边，开一条200公里外的道路，而且联合国原住民权益的报告内边，秘鲁政府已经伫咧2016年承认马术科比洛部落有家己的领土，只是无白纸黑字写来。虽然是有外界人走入去时阵，就捌发生过错杀工人，一个森林的巡山员，甚至是其他部落的人遭受攻击。而这些拢是政府爱重视的问题。来维护原始部落保留因传统生活方式的权利。公司新闻新乐配编写。